国瑜爆出口哦，是意料之中的啦，因为可见韩国瑜真的回神了。他奶奶的，他奶奶的，他奶奶的！哦，韩国瑜他正常的谈话的时候，他都时不时的，他都会夹杂一些他过去生活习性上，那么他常用的语言哦。我真的想讲一句话，他奶奶的。那这个看在很多他粉丝的眼里哦，只是会更激化他们对韩国瑜的支持哦，他们会更坚实。康熙皇帝那句话什么？当然，每个人有他选举的策略，他演讲的一些内容、目的，那这个是他的权利了哦。那只要爆的那种出口，不是羞辱我们大众，不要羞辱特定人士，那当然他要怎么去爆出口？那但是同温层会更欣赏他，但是你会没办法走出同温层哦，因为我们社会大众毕竟对政治工作者，你的一言一行哦，那个大家还是会有相当程度的约束，这样子。那马英九你自己要跑去沾光、讨拍，那结果你是讨骂，我认为这个也是意料之中的啦。马英九，你还自以为是什么样吗？你还自以为你是天生骄子？哦，是那个受大家欢迎的那个翩翩书生吗？就不是嘛。哦，马英九，我认为马英九只差没有成为过街老鼠而已啦。那看郭台铭就马英九弄出来的啊。那在韩粉的阵营里面，他上台去讲话，我觉得只是被轰下来，还算客气的啦。哦，还算客气的，所以马英九还真有勇气啦。哦，还真有勇气哦。他去现场就是要去讨拍嘛。哦，就是那你这是等于是去讨骂哦，讨拍变讨骂了，这就是马英九遇到的待遇啊！哦，意料之中啊，意料之中。